The Cake Elite logo, a symbol for innovative pipe systems. 以下落嚟介紹 Keelan 嘅接駁方法。首先貼上咗電源之後，手焊機會亮起紅綠兩盞指示燈，直至綠燈熄滅，代表可以進行焊接工作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畫上插入嘅深度。將喉同埋管件同時放入焊機加熱，推到黑位上停留3秒，然後掹出嚟，再同時接上，咁整個接駁嘅工作就完成啦。而家展開喉管，觀察裡面嘅溶接情況。可以睇到喉同埋管件已經融為一體。